关系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南市为1月中旬到今2个月咯，空气拢真歹。像今仔日，台南6个7站有4个是来倒柑仔色灯，有2个是倒红灯，对市民的健康拢有真大危害。即摆各户民众来发现讲，市政府的台南火葬场乌烟冲上天，严重来污染着空气。讲这是政府单位带头咧排乌烟。环保局马上去稽查，确认是火葬场的操作有欠点，依法上罪会当罚到500万。乌烟呛真悬，经过民众拢惊一条，紧甲鼻仔喙往起来。这个画面毋是火烧厝，嘛毋是公庙伫咧烧金纸，遐是公部门的台南火葬场。太夸张了吧？因为空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，他们居然没有把关到这个。住在这附近的居民真的是觉得生活品质有够差的。南部的空气都已经咧歹啊，这排出来乌烟，互空气愈害。来看空气品质监测网，分家南规红机器，伫台南市6个7站内底，4个柑仔色，2个红色，对民众的健康有真大危害。南部的空气不好，台南的火葬场过来扣后脚。同仁在操作的部分，应该是有一些不当的情形啊，那就是没有注意好的那个控制那个火化的条件。当时操作无好势，加上这设备旧拗，需要预算才当换新的。不过这摆互空气污染甲真严重，嘛是爱依法该罚钱。环保局依法告发，后续将依《空气污染防治法》67条规定，将处1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乌烟升起咧天顶的画面，大家拢足惊空气会飞去因兜，想要改善空气品质，政府单位得加想办法，才当来保护市民的健康。